多謝嘅就係我哋今次節目嘅監製啦，阿 Manto 同嘅製作團隊，多謝我哋嘅創作團隊阿 Fin、阿行、阿 Alice 同埋 Esther， 跟住多謝我哋宣傳部，尤其是 Publicity 嘅編輯阿晶晶，仲有我哋嘅Digital Team 上下，仲有我哋娛樂新聞台，多謝我哋東周西望嘅團隊，多謝所有曾經報導過、轉載過我哋新聞嘅傳媒，多謝我哋嘅客戶，多謝財豐行啦，多謝美心月餅，多謝。Kabia 啤酒，最緊要係睇我哋最需要支持嘅時候，Funky Finance 對我哋嘅冠名贊助，仲有就係有一個可能大家唔係好留意到，但係對我哋節目好有幫助嘅，有時我哋節目多咗3秒，多咗1分鐘，可以俾你哋講多啲嘢，可以 present 多少少，感動多少少説話，甚至乎可以睇多一次阿 GM 同埋阿 Sophie 嘴多一次嘅30秒。呢啲咁珍貴嘅時間，其實我哋好需要多謝我哋嘅節目部同埋program traffic 嘅上下，幫我哋不厭其煩，俾時間我哋去做節目嘅調配。好，咩都交俾你。多謝老爺，多謝曾生，多謝俾咗咁多年嘅培養，多謝女神 family， 多謝大灣區嘅每一位觀眾，因為我知道係你哋投票將我哋投上嚟嘅，多謝炮谷嘅所有同事，多謝梁總一直嘅支持。好，最後尾多謝每一位中意女神配對計劃嘅觀眾。好，thank you大家，恭喜晒！恭喜晒！恭喜恭喜！哇，跟住落嚟啦，就係